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国防部所发布的消息，讲阿强的军机有高达19台冲入咱台湾西南边的防空识别区。这若是中国连续3天派出着4架以上的军机扰乱台湾，嘛是6月15派出着28架，2个多月以来，这个数量上最一届。不过，这个解放军的军机并无飞过海峡的中线，甲过去的路线真无共款。专家讲，这阿强啊，真有可能是要借这个机会，对台湾甲美国最近的军事甲政治的交流来表达着不满。中国昨个派军机入到台湾西南边防空识别区，这嘛是解放军为73以来连续3天拢派4架以上军机来这个空域地乱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5000公尺的中共经济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2架10公报，2架10公报。空军依照惯例，唔若透过放送跟赶走，佮用防空飞弹对中监视，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去应对。这摆中国派出反舰机、轰炸机、战斗机等等，总共19架飞行机，这是6月15、28架飞行机来乱过了2个多月来上济一摆。对这阵子来，华府跟台北频频提升军事政治交流，让台湾海峡局的问题把国际化，表达不满。但也有可能跟蔡总统日前致辞的时候称中国大陆为邻国，说不定也有关系。就算中国军机大量出海，也毋过专家分析讲，状况相对较单纯。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化作战编队，其实要包括空中预警机，担任不同机种之间的指挥管制，还要有电侦机，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打击机群。所以昨天中共军机的架次虽然多，但是演练说不定只是不同机群的各自演练。依照国防部公布的资料，专家嘛判断讲，解放军军机这几天来拢无飞过海峡的中线，因为无一定引起国内甲美方的注意。中国官方媒体嘛绝对会利用这个机会大量的宣传。好来。